然后这边还有写不两色，不两色是什么意思呢？相当就是在见到一个人讲一个，另外一个人又再讲一个，就相当就是挑拨离间的那种。那么在一个佛教的团体里面，上师与金刚师兄之间，金刚师兄与金刚师兄之间的挑拨离间、嘲讽道友的这种罪过是完完全全就没有办法消除的罪过，非常非常严重的罪过。平时在一个社会当中的有些自己的这个团体之间或者这一些的话，就是作为那种挑拨离间，也是非常非常不好的。这里所谓的两舌是什么意思？两舌是它的形容形容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上面就是相当就是在蛇一样的，蛇有两个舌头伸出来嘛，对不对？它伸出来就是有两个舌头嘛。一种传说是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就是一个舌头是有药的，一个是毒的。那么这种呢，就是反正这个就是只是传说嘛。但是两舌的意思就是什么？两个舌头，两个舌头的就是蛇本身就是非常嗔恨的一个动物而且是有毒的动物嘛那我们就是变成一个毒蛇一样，然后这个我们把这个另外一个人从另外一面呢，就是我用相当也是那个有药的这个舌头伸出来，就是填着它。那么从背后的话有毒的那个舌头伸出来，然后就是要攻击他。那么那种的人呢，那从我们世间的这种平常的一个人格的角度来说的话，也是不是什么好的人格嘛，对不对？人格非常不好的嘛。那么你在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那当面的话就相当就是在另外一个舌头，就是有药的那种那很好嘛，就是药的舌头就是一直填着你表扬你很好，你觉得很美很赞很棒。然后在背后的话就伸出来的不是有药的那个，就是有毒的那个舌头伸出来，然后一直的就是要攻击你骂你说你。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当下的问题是什么？有的时候当下那种人相当就是活得比较好一点的，但是短时间，实际上呢他就是一直都是在造业。做这种造业的人，他短时间里面那么在一个环境里面，他相当就是有些厉害的话，那么这是什么？因为他就是在一直造业，因为就是有魔跟鬼帮助他，迅速可以圆满他的所有的业障，最后什么？导致下地狱，所以不是什么好。所以有的时候就时间有一些的成语，就是说好人命端什么好人端命是吧？好人不长命什么就好人没有好报什么这些呢，就是只是实践人有些内心的那种什么抱怨的一些成语，并不是真正的能可以从因果上可以成立的不是这种道理，不是因果上能成立的道理。这些成语是只是一个实践人，因为太有我执，而且太知识，然后自己做了一点点的事情，说了一点点好事的话，觉得都是我是好人，会这样想。自己没有能力做什么坏事的情况下，那也是认为是我是好人。那这种呢，就是不是从因果的角度来说的话，你真正的做善事的，你不是真正的修行的人。那么我们真正的修行人是需要什么样子？就像今天在这里所讲的一样，生活当中的所有的时间都是必须的要怎么说呢？断除这些所有的不善业，进行所有的善业，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就像一个军人一样，
军人的纪律是非常严格嘛，对不对？那么军人真正的一个职业的军人，他呢就是待在部队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他在上战场的整个的过程当中，他必须得要证书所有就是已经立下的所有的这个经历，他就必须得要去严格的执行，对吧？相当就是这样，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那就是比一个军人还更严格的要求自己，不是要求他人啊。要求他人的话，那就不对了，那这就是不是修行人。不能要求任何一个人，只能要求自己，这就是佛法的本身的正确的用法。那如果是今天你学了一些佛法，然后用这些道理来看他人的时候，那你不是一个修行人，你就是一个世间的一个商人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就普通的一个人，充满我执的一个人。那么你今天学到的这些佛法，利用在自己的身上，利用在自己的心、自己的思想上，自己的起心动念有没有正确，自己的行为有没有正确，行为有一些如法跟不如法。今天如果是你就自然而然有些的反应做出了一些事情，那么就是当下你没有什么感觉，这个起心动念是什么，但是你过了以后必须得要想一下你今天这个事情我是为什么做的这个事情，我的起心动念是正确吗？如果正确的话，那就欢喜回向。如果是不正确，或者是没有什么起心动念的，那或者是有一些不善良的不太正确的、不太如法的一些起心动念的话，那么就立刻要忏悔，念金刚萨埵的百字名。哪怕你只是能够可以内心里面念出一句诸佛菩萨、上师三宝或者是金刚萨埵佛，我要忏悔，今天我的行为是不对我就没有注意的情况下，自然而然不知不觉的情况下造了很严重的业。所以我自从今天以后呢，完完全全对这些方面就是严格要求自己，也这样去想。恶语是吧？然后两舌断除什么？断除离间语，然后什么？化解怨恨。化解怨恨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就像比如说自己跟他人之间也一样，或者是他人跟他人之间也一样，相当就是有一些金刚师兄之间，或者是朋友跟朋友之间，亲戚跟亲戚之间，家人跟家人之间，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或者是谁说错话，或谁做错事，或者最主要是自己如果是对他人有做错一些事或者说错话，那么我们必须得要纠正过来，就相当就是我们常常说道歉嘛，就是要好好的去道歉，然后把这些化解所有一切的这种不好的想法不好的那种问题必须得要化解然后断除恶欲是吧？对。说什么？说悦耳语。悦是什么意思很好听的嘛，是不是？很好听的，非常好听的意思嘛，对不对？悦耳从耳朵里面听进来的时候，继续再想听一听就像唱歌一样，很好听的歌一样，是吧？所以这也是可以一定要要求自己所讲的话，如果是变成一个兵器一样、武器一样，相当就是变成刀什么枪或者是那种剑一样的刺到人的那个心脏的那种话是不能讲的。那么这种话是从实践的很多人来说就非常非常喜欢讲，尤其是女人而且女人里面来说也是
比较有了年纪的时候呢，那么就敢讲，然后就也是很喜欢讲这些实际上亲戚之间，因为你的环境里面的人都是大部分的都是跟你有一些的来往的关系的亲戚啊、朋友啊，要不就是同学或者是同事不相关的人你也没有给他们说什么话的太多的机会。那么你的仇人他不会给你太多的机会，你给他每天到晚你给他说这个说三道四的那种，他也没有这个机会所以最主要呢就是不应该伤害他的心的那些人，就相当家庭里面的家人，相当你们中国在我们藏地来说呢，这个问题就比较不存在。那么在中国的话就是有一个婆媳关系嘛，对不对？那么婆媳关系是非常严重嘛，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两个都是女人，女人的心是很可怜的一种心，所以呢我们学佛了以后呢，因为尊者也经常说，学佛的人呢就是最适合的人是什么？男生跟女生里面学佛的人是女生是最适合的。为什么？发菩提心的话，女人有心地比较善良，可以容易改变。如果是怎么说呢？从坚定的一个角度来说呢，那男生呢就是最坚定的，比较没有办法改变。一种想法坚定了就不好改变。但是女人呢就是没有什么真正的非常坚定的，是可以改变。所以这个呢就是你今天拿到这个佛学的这个团体里面，你要作为一个学佛的人的话，那这是一个好处。因为修行是什么？佛法是本身就是改变我们的内心的一种学问所以改变我们内心的学问的话，当时的第一个的起心动念，也可以说是根本的起心动念是不能错。哪一个？学佛是为了要得到解脱，今生必须得要学佛学的成功，这个永远不能改变。其余的全部都要改，其余的你就平常你对这个你自己的家人的看法，你对你的朋友的看法，对你的同事的看法，对你的同学的看法，跟你对所有人的看法都要改变。为什么呢？过去一直都是有一个自我保护感，自己要得到最好的，以这种的想法，这些都可以放下。我们佛教里面所讲的学佛的人要放下一切，并不是说所有的学佛人从今天以后不要吃不要喝不要睡，全部都放下，不是这个意思。放下一切执着。什么执着？不好的执着，对时间的执着，自己的我执要放下，但是我要成佛，这个不能放下，这个一定要越来越要增加对成佛的欲望跟成佛的需求，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成为最好的修行人。但是如果你就像对佛法的修行也好，对世间的一切都是放下执着，功课也算了，不要那么执着不用去做，修行也算了，今天不去上课，今天不去共修，今年不要去做供养，算了，不要那么执着。我以前可能一开始学佛的时候也是有点太执着了，有这种想法的时候那就不对了，这不叫执着。如果是你有这种的心，这不叫执着，这就是精进心。六度波罗蜜当中所讲的精进心那么如果连这个都没有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就相当就是实践人所讲的什么都不懂的，就像怎么说呢，没有想法的人一样。
有些人没有什么想法，整天喝酒，整天吸毒的那种人，那他什么都不管，只要能够可以吸的毒或者是喝的酒就可以了。这样不行，修行人是比实践人更要有目标性的。不能以为所谓的修行人什么都放下，就轻轻松松的睡觉就可以，不是这样的。实践人都觉得啊，我是很有目标的，我必须得要就是晋升啊、事业啊、家庭啊什么，我要生几个小孩等等等等。一个实践人最伟大的就是这样，要成立一个什么样子的家庭，然后要做什么样子的一个事业，要生几个小孩。那如果是男生的话，就是生意做大的话，要娶几个老婆，有多少个明的跟暗的，多少个小老婆啊，然后哪些钱要放哪里，哪些钱要给谁，不要给谁，整天都活在这个上面，觉得自己很伟大嘛，对不对？但是我们修行人的目标不是这样的，修行人我们的目标是不光是今生，我们的目标是生生世世，到要成佛，不是去什么地方，在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大城市里面啊去生活，不是这样。我们要去，如果是要去的话，去极乐世界生活，买几栋豪宅，不是这样的想法，这是一个小目标。你如果是有多少个豪宅，你的命还是几十年的时间；你有多少钱，你的命还是几十年的时间。身上的衣服也一样，每天都换，但是一年顶多用到365件，所以有多少钱也没有用。你多少个豪宅，真的就是你一个月一个地方，一个的，一年跑来跑去，只能去12个地方生活，对吧？但是这些都是需要很努力啊，所有的豪宅都是没有人打扫的时候，你去的时候会发霉啊，进去都会打喷嚏，对吧？那极乐世界就不一样啊，不需要这些啊，自然而然你想什么就有什么。所以我们修行人的目标是什么？要到极乐世界，或者更高层的就是要成佛。自本作人着康着